来看华人市最近有一个查甫人去店家讲，伊是来协助慈善团体来收爱心捐款箱内底的善款，过互店家看伊的证件。也毋过店家感觉有问题，随去报案，这个查甫人就落跑了。警方嘛呼吁最近店家就要特别注意。画面内底这个查甫人一日来个饮料店，伊就甲挂伫个行政的识别证摕出来，讲伊是慈善单位的职工。 要到收店头柜台顶悬爱心捐款箱内底现金，了后伊就把钱拢倒出来摕走。他是说他是实际的，对啊，所以他就挑钱最多的，钱最多的。是正常来打开来之后啊，就会在现场清点，清点完之后告诉你金额是多少钱，多少钱这样，写收付给你，然后就会贴在后面。另外，伫花莲市上款，这个查甫人共款去火锅店，要收爱心捐款箱内底的钱。 毋过，伊分数顶的证件，头家感觉看了怪怪。毋若是用手写的，还佫有真侪错字。顶悬留的电话卡过嘛是空号。头家一个报案，这个查甫人就随骑铁马逃走。我说我实际单位的什么，我们家有捐递的实际怎么样的，然后什么地方都是他来收的，多的部分他会倒出来带走，少的部分他要补进去。 那我就直接请警察来处理好了，因为毕竟店里面还有其他的客人。警方表示，调查了后发现讲，这个查甫人主要犯案的所在拢伫市区的上款，目前已经发现有店头受害。店家当下不疑有他，男子遂将捐款箱善款取走，估计损失约新台币500元。经警方扩大调查，现已掌握男子身份，将加强查缉男子到案，全案将依诈欺罪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 慈善团体表示，爱心捐款箱拢会派人去店头点收，而且嘛会请店头签名，绝对无代收的情形，呼吁大家都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